你敢知影是哪色还是黄色会当提升咱专注的程度咧？黄色还是哪色？你来讲出来唔免讲细声话，你来讲出来。哪色？为什么是哪色？因为有问过有问过，你问过什么人？问过某一个神？阿爸，哦，阿爸爸妈爸，妈，我感觉是哪色？你把讲哪色？对，好，所以你的答案是哪色？哪色？会当较专心，敢安呢？唔对。对啦，我家己一个卡声啊。对啦，咱那个色彩心理学有讲，迄蓝色会互你一种足平静、平静的。足轻松的感觉，所以你就通较专心。啊，若讲到黄色，伊就是较活泼、活泼。较活力，爱引起你一寡好奇心。所以绝对毋是黄色，安尼知影无？恭喜啦，就是蓝色。